再来到新闻的现场，要来看到观光局请产业界、政府官员，也有学者专家做伙来做评审。另外嘛，邀请民众做伙来票选，要来选今年规台湾10间上届1+1的星级旅社大饭店。咱看到其中都有大地酒店、台北 W 饭店，也有美国饭店。这个评选的标准，若是检查饭店建筑外形，也有空间规划、路线设计。另外，搁再看客房整理了好也歹，也有人员服务的品质，拢是审核的关键。这个互人敬重的饭店，拢推出这个优待活动。假使若是配合国民旅游补助办法，像讲夜车馆、温泉馆，算的上少会当省2000块。对涂骹伸到天花板，4层楼悬的唱珠架，声袂少国内国外游客来伫看。这嘛，互大地酒店入选今年观光局选的10大星级旅馆。有一些艺术品的陈设，然后它其实来这边可以放松身心。坐船游湖，伫咧饭店甲花草之间收来收去，花莲理想大地以万坪绿地打造出充满特色的度假饭店，嘛来上榜。未来会有更多创新的想法，希望可以带动整个台湾的这个观光再起飞。这一回上榜的名单内底，阁有参像是大昌9号饭店、丽辉国际度假村、台北的 W 饭店、美福饭店，啊，阁有丽宝乐园内底福隆饭店。要入选是真无简单，就要经过3关合3届专家的评审，伫咧建筑设备，包括外观、空间规划、动线设计，拢爱摕到高分。另外，参像房间的整理、餐厅也是游乐设施，这服务品质嘛，拢总是评选的重。后续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行销推广，包括国际的行销，还有旅展的行销。星级旅馆拿到的，会有一些补助奖励的这些规范了。结合星级的旅馆评鉴，佮杀出好康的活动，民众到官网抽订房的优待，上悬会当抵1000块，嘛有机会甲秋冬旅游补助做伙来使用。这一摆来选出各大旅馆品牌来颁奖，除了是提供予旅客选择的参考，嘛会当透过奖励的方式，予各大饭店的业者会当有一个好的竞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